台湾高山的数量超过有20万到30万只，除了不时传出人狗的冲突，嘛因为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，互农民相当无奈。对此，山区农民嘛透过议员蔡友辉向农业局来请命，希望政府出手来解决问题。狗人来，伊毋是这尔，拢规个甲你带了，啊，柑仔逐日都甲带落，包括所有的水果啦、落来啦、啥货来，你无在条管，你都跑甲放伊望，走伊望影就过来啊！真正有够济，啊伊咧生拖足紧啊，某生囝，囝生囝，孙搁生孙，所以狗咧拖够济，希望政府会当控制这个。面对农民无奈，议员蔡友辉嘛质疑市区4天内才掠20只，而且掠着无绑起来，佮放登去生摊，问题同款严重。会中考试敢讲要由警方进行犯罪宣导。狗后走去人兜，啊愈生愈济，啊农作物的笋啊，按细长就甲慢慢来当切条单条，啊毋是讲食伊啊，食有限啊。啊因为狗一冬5个月能生一届，哦，啊生一届有1胎到2胎。啊，因为咱拢掠袂着，啊歹掠，啊无咧结扎嘛。啊，所以咱动保处讲，哦，4天掠20只，其实是动保处去盗猎啦，森保去盗猎，掠来个放倒等于咧，也无甲结扎咧。啊，你掠遐少，你可见讲是喏满山满谷拢是山火。对此，议员尹爱达理嘛针对农作的损害、甲游客管理等层面，要求农业局进行友善农业、甲电位帮的评估。我们真的要重新再去检视，说我们在所谓这个山林的区域，包含说电木网这种方式也好，或者是逐步的驯化，或者是提供它比较妥适的食物来源这件事情，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，而不是一昧的谈论说要不要杀，要不要怎么样围堵。议员引用农业部长所讲的，台湾若无搁再处理山区的高山啊，未来5天狗将进入市区的危害。对此，市府农业局长拄来提出争取经费进行专业的想法，就拿甲自然保育科嘛做出应应。林保所推广的是电围网，那就是把它围起来，然后就是上面会通电，但是它是一个直流电，那像我们电蚊拍一样，猴子往到上面的时候摸到的时候会触电就会掉下来，然后他会一直告诉他们同伴说这个东西就不要进去。对中央甲地方面对山区的高山啊，已经造成危害问题，确实要正面重视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